各位好，今日由我世紀21裕田地產的榮為大家介紹一個鄰近大埔市中心嘅樓盤。呢個樓盤係位於大埔嘅昌運中心。咁我哋而家睇呢個實用面積係342尺，係一個放售嘅單位嘅。好，咁我哋入屋睇下左手邊嘅廚房啦。嵌入式嘅煮食爐、抽油煙機，預留位擺咗雪櫃、微波爐。咁呢個客飯廳係呈現一個女子廳嘅設計嚟嘅。側邊呢度可以擺張食飯嘅餐台，另外嗰邊咧係可以擺個電視地櫃。業主已經做咗一個入咗牆嘅裝置，咁側邊度可以擺個梳化。咁啊，廳個景觀物都好開揚，遠望丁雅苑、太平工業中心同埋啲山景嘅。咁啊，大埔昌運中心咧就做咗大維修，同埋啱啱電梯都換晒㗎啦。咁啊，睇埋浴室。咁啊，浴室就做咗個企缸嘅設計啦，換過晒啲瓷磚。咁你睇埋房間，房間就原先兩房，業主就打通咗一個超大房嘅。現時個單位就仲裝修緊啦，係啦。咁啊，睇埋房間嘅景觀，咁啊房間咧就遠望到啲河景嘅遠景。好，今日介紹到呢度為止啦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話咧，可以聯絡我哋世紀21裕田地產。多謝大家今日收看，再會。Century 21. This is our time. This is our century.